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話：金融海嘯對香港有一定嘅負面衝擊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強調，本港銀行體系健全，有需嘅時候，特區政府會傾盡彈藥應付危機。鄭思思報導。政府已經預警金融海嘯嘅真正風暴並未嚟到，而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話：雖然本港過去幾年嘅經濟都唔錯，但全球金融海嘯對香港一定有負面嘅影響。香港係一個開放同埋小型嘅經濟，咁所以呢個衝擊呢，將會我哋一定會受到負面衝擊。但係個衝擊到底係有幾嚴峻，同埋後果係有幾嚴峻呢？呢個我哋呢個時候好難評估，因為我哋睇得到呢，全球嘅金融海嘯而家仍然係喺度席捲緊亞洲。唐英年又呼籲市民一定要團結一致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話：本港有足夠嘅能力同招數應付危機，喺必要時會動用外匯儲備。因為我哋有儲備嚇，有1000幾億嘅美金嘅儲備，咁而我哋嘅外匯儲備呢，係可以係佢用嚟係穩定我哋嘅港元嘅匯率嘅，所以有需要有必要嘅時候呢，我哋會用盡晒我哋嘅所有彈藥。嚟係穩住我哋嘅整個金融銀行系統嘅穩健性。佢又話：香港公司嘅負債率唔算高，又經歷咗98嘅金融風暴，相信香港比其他地方有更強嘅韌力應付危機。而家只係黎明前嘅黑暗。梁鳳儀話：佢哋已經不斷同銀行進行壓力測試，結果都係穩健㗎。不過亦都知道近期有唔少中小企向銀行借貸出現困難，而息口都比較高。另外，佢話美國已經將雷曼嘅抵押品資料交俾本港，只要等核數師評估之後就可以公佈剩餘價值，但係需要一段時間。無線電視記者鄭思思報導。一批中小企代表遊行，促請政府加強對中小企嘅信貸支援。李慧璇報導。銀行山水後，中小企難捱。大約20幾名中小企代表由中環匯豐銀行遊行到政府總部，沿途高叫口號，要求政府協助紓解中小企嘅融資困難問題。代表話：環球金融海嘯以嚟，銀行收緊對企業嘅信貸，加上市道淡靜，令中小企嘅經營好困難。借錢而家比以前難上加難啦，直情有啲銀行山水後啦。第二，因為好多中小企，如果以前要運作得非常正常嗰啲小企業，佢要好多都係美國 order 嚟噶嘛。而家呢次美國有事啦，咁好多 order 都攞唔到啦，order 少咗，咁係咪小企業嗰啲嘅生意就少咗啦？佢哋希望行政長官曾蔭權喺星期3嘅施政報告入面加強對中小企嘅信貸支援。喺現有嘅中小企信貸保證計劃下，將現金貸款擔保額由最多100萬倍增到至少200萬，並延長擔保期去到4年。另外，又要求增加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嘅資助額去到400萬蚊。代表將請願信交俾政府總部嘅代表後離開。無線電視記者李慧璇報導。多個團體發起遊行，要求政府即時為最低工資同標準工時立法。工資要立法，不能錯過。幾百人先喺中環遮打花園集合，有參加嘅工人話：政府喺清潔、保安兩個行業推行工資保障運動未見成效，佢哋要求為跨行業制定最低工資，特別喺金融海嘯下，工人面臨被減薪欠薪，希望行政長官曾蔭權喺星期3發表嘅施政報告採取措施保障工人嘅權益。一架貨車喺將軍澳失事翻側，司機不顧而去。警方喺車上發現一本巴基斯坦護照，同埋懷疑係司機嘅物品，包括背囊、牛仔褲同外套。上晝10點左右，貨車沿將軍澳寶順路往將軍澳隧道方向行駛，去到頌明苑嘉明角對開迴旋處嘅時候失事翻側。港府協助四川第2階段重建計劃需要15億，唔排除會分階段向立法會申請撥款。陳家明喺成都報導。政府撥俾四川省嘅19億，其中7億幾用作重建連接臥龍嘅省道303。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話，工程會首先重建一條可以運送建築材料入臥龍嘅臨時車道，令到臥龍大熊貓研究中心同埋當地嘅民居可以盡快重建。
而初步評估臥龍嘅重建工作需要多15億。政府計劃喺出年3月之前再向立法會申請撥款。不過面對金融海嘯，議員嘅關注，政府唔排除會分階段申請撥款。即係有一啲譬如就住居民嘅社區設施，可能比較急啲啦嚇。但係譬如你話有一啲係配合翻臥龍自然保區呢啲博物館啊，如果你係需要係排先後次序，呢啲可以稍為遲一啲嘅嚇。林鄭月娥又透露，已經非正式向四川省官員提出，可唔可以俾本港立法會議員組團再到四川，了解省道303嘅重建工作。能夠親身上嚟有呢個體會呢，係非常之重要。我諗親身感受過呢，就知道嗰個工作嘅艱巨。5.12地震發生之後，港人都積極賑災。林鄭月娥相信特區政府繼續支援四川重建工作，港人都會支持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家明喺四川成都報道。最後講下天氣啦，多雲有幾陣雨，能見度較低，吹清勁東風。1點鐘氣溫係27度，相對濕度72%，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。一般監測站嘅空氣污染水平係50至75，路邊監測站嘅係65至100。紫外線指數係3，強度屬於中等。新聞報導完，再會。